鮑思高神父嘅聖髑自2009年4月25號開始其普世朝聖之旅，呢一個旅程喺都靈華道國展開。隨後，聖髑寶箱喺2009年6月由意大利出發，歷經南美洲，並最後到訪5大洲。巡迴路線係以慈幼會喺世界各地嘅地區做依據，旨在向信徒們傳遞鮑思高神父嘅精神同埋教導。2011年3月17號，聖髑終於嚟到中華大地，同我哋相聚。呢一個時刻對於信徒而言意義非凡。聖髑可以係成個身體嘅遺骸，或者僅僅係一部分。而喺2011年來華嘅聖髑係鮑思高神父右手嘅掌骨，呢一部分被妥善咁樣保存喺一個特製嘅盒入面。右手嘅掌骨象徵住鮑思高神父嘅行動同埋奉獻。因為佢一生致力於服務喺青少年同埋推廣教育，呢一個部分嘅聖髑，讓信徒們感受到佢無私奉獻嘅精神。中華會省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200週年活動結束之後，到咗2016年，鮑思高神父嘅聖髑再次嚟到我哋嘅中間。呢一次嘅聖髑係鮑思高神父腦部嘅一部分，屬於教會最神聖嘅等級之一。咁樣嘅聖髑通常只係喺極其尊敬嘅情況底下先至會公開展示，代表住對神聖事物嘅最高敬意。呢一個聖髑嘅設計非常精緻，外框係金屬製嘅卵形框，內部係以金絲同埋裝飾藝術細工精心環繞，放置喺紅絨布襯底之上。整體保存狀況良好，彰顯住對鮑思高神父嘅崇敬同埋紀念。呢一個聖髑同埋聖髑寶箱一直安放住喺中華會省進教之佑堂，方便慈幼會東亞澳區各個會省借用。2026年，會省為咗慶祝來華120週年，決定將呢一個咁神聖嘅聖髑永久安放喺中華會省嘅母院，慈幼會喺中華第一個服務青年嘅事業——澳門慈幼中學。期望各界嘅朋友透過對聖髑唔同形式嘅敬禮同埋朝聖活動，進一步體會鮑思高神父嘅教育理念同埋精神嘅傳承。